在地人在地前，婚姻关口湖乡有一来自泰国新住民，伊叫罗海娜。一年来台湾无都去食到怀念的家乡味，所以讲规气家姐妹共同创业，开一间泰国的小食店，用心去料理每一出菜，这种泰国的好滋味，互人客真懊恼。口湖乡有一位来自泰国的新住民罗海娜，为着要食家己的家乡味，开一间泰国小食店，食过人客拢真懊恼。非常好吃，因为我是来自缅甸，所以姐妹泰国料理来这边用餐来参观，很好吃。不管是大泡猪，或者是海鲜冬粉，食起来拢是泰国上传统的口味。小食店嘛，吸引来自印尼、越南等等各界的新住民来享用。就是要让来自不同国家姐妹可以回味到他们的家乡味，可以分享那个泰国料理。另外，罗海娜嘛讲，民众若毋敢食咸，嘛会当配合人客口味，好个侪人拢会当体验来自泰国的好滋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